你有冇諗過，如果聽日你自己嘅族群會被滅絕，你會點做啊？走佬、反擊定係向權勢低頭？呢一個就係以斯帖記第8至10章嘅核心問題。雖然哈曼死咗，但問題未解決，喺之前頒布嗰條滅族諭令仲有效。據波斯律法，呢條命令係點都唔可以廢除，猶太人將要大難臨頭。喺呢一個時候，以斯帖再次企出嚟，佢唔只係皇后，佢係一個願意為自己民族挺身而出嘅人。佢用智慧、謙卑同埋勇氣，成功說服王頒布新諭令，猶太人有權保護自己。決戰嘅日子到咗，12月13日，猶太人奮起反擊，打低晒所有敵人。但最震撼嘅係，佢哋冇奪取任何財物。呢一場仗唔係為財富，唔係為權力，而係一場信仰嘅更新。佢哋選擇簡樸，選擇唔被世界誘惑，而係堅持依靠上帝。呢一日變成咗猶太人每年要慶祝嘅節日普爾節。但呢個節日唔只係為咗慶祝得勝，更加係提醒我哋，順境會唔會令我哋慢慢被世界同化？逆境會唔會令我哋更加堅定信仰？身於黑暗嘅世代，你願唔願意成為一粒星星，為人指引方向？以斯帖選擇勇敢站出嚟，末底改選擇忠於信仰，猶太人選擇悔改回轉。咁你今日會點選擇呢？